别塞灯呀！来，拉布布，小布布起来。呀，不喜欢这个，都是看的第，都是两个多谈多。啊，妈的，俺谈你看，谈起看这些噻。啊，那个我们一会儿全部统一一起呗。你现在给我另外一个吧。啊，也可以。这样的话，泡沫水都让理解，两百年不得不行，俺几些人几有人对吧？那爬路是，看爬路是不是？咱们拍拍长嘛打那么一个，拍出来，然后对烧的时候有着。可以了吗？也让他接他，接下来拍拍打呗。打。这个打没事，你打他对嘛的。只是挠一下呗，又没有什么别的是吧？给家买的是家给你。家给家买，他都拿了眼睛给家的，跟这个的眼睛。Okay. I'm speak English, okay? Oh yes. 他是的教。就这样。迪斯尼，他打检查了，打检查，前两天拉不下来，俺迪斯打对我们都几期都那么用啊，打检查了打个电话，打个草嘛打要一个，哎呦，万一可以了啊老大，俺用个万一8就可以了，咱们必须要有条件票选嘛，而且有票有的话，我承包。估计家们俺就几他不是这样讲没估计，也不透明的家们让我赢一把可以吗？2倍，听不继续了，我的感谢我峰峰，谢谢我峰峰。听不继续了，我大家们估计，谢谢我峰峰，真的破费了，有没有小票家们？能不能打个团结票家们？哎呦，感谢我哥的掌上明珠，谢谢哥，谢谢哥破费了。这惩罚的金额多，他都。看，你还会看这个呀？真假的呀，哥？不亦会生龙凤胎。哇哦，那多开心啊！龙凤胎是啥呀，哥？这个点开始说的。一男一女呗。啊，不知道婆婆姐姐不？感谢 Cristiano 的星星，谢谢。快订单每次给我送去，快递多留下的呢。人家这票兄弟们一句没就加成过的，一句没就加说啊。打检查的时候，咱们团结票打起来，好吧？没几年给他修改点儿是个啥？没先把电线的带他对门多，就是嘛，带他对门多，俺都敲门多。欢迎的少爷。谢谢我峰峰，来家们8个小星星，能不能整个小票家们？这票上年点不够打峰峰这饼干这主似的，是没让点的你们这生病那也真的，我这把打了我要撤了家们，打不了了我操！这打的话我就直接把我安排组起来了，我去。感谢康桑哥，谢谢。他都我那批人的家们都不行，家们这惩罚也太狠了，我操！现在差不多都得这么的。来家们3个小心，3个，感谢邓子啦，谢谢亲，谢谢来家们再送一个小心心，再送一个小心心家们，感谢康桑哥来家们2个。谢谢邓子啦，谢谢来2个小心，不同的2个家人们，不同的2个家人们，不同的2个，我操！谢谢一个七星，感谢谢我们家不语的大哥。哇，谢谢我峰峰，加成这还在加成，在加成中加们加成，感谢我电波哥，谢谢我峰峰，家们加成，感谢我电波哥，谢谢。欢迎我的峰峰，加成有没有新的大哥？能不能帮我打一点点小票家们？
康山装饰哥能不能走个小票？等这节子能不能走个小票？求你们了！过去能不能打个团结票，家人们过去，拜托了，家人们，能不能打个团结票？哎呦，真的是，PKS 被干来看了，家人们。那抽呀你了，主子。走路完，走路大风风。谢谢我们家风风，谢谢破费了。那个说那个中文呗，好的好的，抖音给我发，我说中文行不？谢谢八三哥。哎呦什么？这空扎西拼错啊！欢迎我这空扎西拼错大哥啊！谢谢阿宝。谢谢我听不好的。完了，咱们2-3千票打的时候都直接就趴了。来，你说一下我的惩罚，神多比。我的惩罚说一下。就这样子，让我先缓一下，休息一会儿嘛。什么？惩罚没。我出去转一下。啊，去呗。出去。出去。好的。我把当妈妈起劲的。我按的这那惩罚是哪了？你对这个怎么的？看一下对不给我的小狗狗。皮皮，小妈妈抱抱，小妈妈抱。这多女婿，你也。被死你手上了。今天晚上真的是我的妈呀！就见面就那天。不怎么直播啥，我也不知道。看起来你还活没久。狗直接睡在床上死。谈的俺爹下他的从连着的去追去，谈的都下边没说，信不信啊？今天晚上我要准备被套换了，所以我放在这里的。你去拿下。信不信啊？那么都小面我这里洗澡前抽清着人，当干头底下没清着人。今天晚上可以去马婆姐几来给拖一个，对。你看你不得劲，你得下去，信不信？去马婆边没多，马婆们可以拖一个穷着没得几来给。
还在找你，这怎么事？过会也就不会去嘛。你在找我吗？啊！来重新连一下声音没有？Hello。是狗字都打错了是？我们这是去哪种呀？你别没啥子，这道扩圈圈起的女小队，我拿下。哎。그로 하시 땡지 메뉴도 참 갓不行了都。Hello。다 비계를 찍고 삼촌 비계 수다 찍으래.我睡不着的无语两个字，无语。你这过眼泪嘛的的。我是周哥，没关注。欢迎我是周哥。我给秒打对吧？欢迎我是周哥。打对朋友们吧。欢迎我哥哥。我要看一下我哥在。俺做聊天去对呗。妈的，俺做的卡萨的，的相同的对。哎嘛哥哥。你看做赌博唱个节表什么剧？弟弟欢迎弟日姑，哎呀，我叫习惯了日柱，我叫习惯了，这不可以吗？我不可以叫日柱吗，哥哥？那日姑，可以吗？日姑哥哥。日姑哥哥，伤心了别哟。日姑哥哥，确实他今天晚上没有票。日姑，你日姑哥哥漂亮是真的这个日白哥。刚刚帮我们谢谢啊，刚刚帮我们谢谢。真的我也要打个2万票再下播，真的。哥，日柱哥哥，没事呀，日柱哥可以给我打一点吗？哥，打个3000票可以吗？哥，打个3000票可以吗？哥，帮我点一下日柱哥哥，帮我点赞走向家门。谢谢啊，谢谢你，谢谢。快点点赞走一下，谢谢你们。谢谢我特别感谢的孙子需要是的个人钱啊，你这都能念说还想好的关注都没有，谢谢。但是应该我这来咱的人家哥他走了发烧要崩溃了。他怎么可以这样子？我叫着人家哥就走了，我操！崩溃出去给没人了。浪费口水。哥，估计俺的票记着记得可以吗？这个哥，没写记着记得这边那个这个哥，就这里面买的话就挺腻了。哎呦，你瞧吧，咱们开始了，马上来。感谢我最后一把打完能要到就要到，要不到我下播了。哎呦，感谢我们家37级老大送出来的小星星，谢谢哥。
俺票是递的，家们快点，这手饭上面能不能走个小票？有没有一个墨镜也行，家们，墨镜小星星之类的。墨镜小星星有没有家们？走个小票，走个小票，走个小票，走个小票票。去哪里，亲爱的美女？我要饼干。去八加一吗？今天晚上我们两个。Kaya ribe karre. Jano, ni show. Mi mari poto che ribe karre kos ribe. 不要推掉。抱歉，啊，好的，到了你说的啊。几月他都快要那个了，等俺家回来会不会真的？你说的啊，真的。因为没都有人没出去，真的没人家不上的话，那有原因知道吗？你哪去了的呀？好好，一起。那不是吧？那是啊，是吧？啊，等一下，我好好看一下。谢谢点，那感谢我若念哥的。不是啥吗？我那就安南吧，算了，我不想再上。我想真。哎呀，你把等下下播，发这个等我还下播了，我累得要死，真的，你把它。精神现在真的，浑身力气都使不出来了，等下。带上37级大哥色。我也去色。老乡哥说好的。老乡哥。呀，咱听。他给自己讲写就对哦，对。你现在唱唱我的。来，家们走20个小星星。直播间18个人一起去噻。好的，一起去。谢谢我饼干，宝宝不用送了。看不给大爷，你不要生气啊！滚就送连关注都没有啊！干巴的，都要1点了，大家金克们都没绷住没？没有，我的无语，我这样生气干嘛呀？妈关注没？我那会儿。我也没有呀。我有关注。人生哥。我有关注，你们没有关注，我有关注。15个是几级人噻？我带他明天播吗？直播噻？啊，不知道，明天应该会播吧。欢迎我乐哥。啊，我本来。我乐哥来了，咱们的电影那么呢？好像走了，乐哥来的话肯定会给我上票，他真走。完了，家们，今晚就没票了，就这样待着吧。俺得等给那边给接不那个小明星给，后面拉苏公主。来你多去顶姐，不到这个呢有下一个多大么姐姐，谢谢破费了，谢谢送来的小心心，多谢了，多谢。会呀？怎么不会呢？会呀。我想着不发现现在手上就播了，我在山南。我在等着，吓我一跳。你都第三了。哎，那你们打吧，我下播了。拜拜。应该是。我两个参读的，参알아둔 줄. 가시나. 让小孩早点睡觉，不是他要吃饭哥，而且多那就稍微。我也참쇼 알아둔 신금아지 참도 모르고 참도 나도 알아가도 다. 그래. 군주. 참도 알아둔 참도 나도 텐데. 님 주제 내가 갑자기. 어제 전. 哎，这，都不急姐。我听说了嘛，伢拿着锅下没摆着的。不是这样看呢。真是，你不理解。啊，古里强给谢谢对强送。呀。我要点个饭，然后去。拜拜。拜拜。他们谢对。또 다시 뭐 줍시 못 써봐 뭐 넘겨지 마딘가지 겹치를 배 뭐.
同我那菠萝树的那个好吓人是，懂啊？多你们，我都没见面那么久年不是的。西班牙比西班牙哎，给大张给周末了，给不打着的给啊嘛过，周末面对过啊给嘛等个，几着鞋子着，山南着是，但嘛过他这里周末的先不了大青年的了，等我那皮鞋过什么都给，着急。私信了得分好姐。所以你可别来吃我啊，哎呀，真的。但你私信封号，但是你们可就扯着的，但你们对人去。小号关注起的私信发号码给百东讲就刮骨修，但刮骨也忙着去别的分享，但可就会讲很多。而且，在给你们的他。我直播7个月的，不会吧？是真的耶！刮骨呀，没的话刮骨行，啥时候发了刮？骨没用起来。其他骨3周骨群呐，骨粉丝啦这个骨的了，咱骨个这个你别的分享。哎呦，那第2个，奥连考试点击啥结束？给大家解释你周末嘛的，年还那点个是的的。那我那给周末的，你可来啥着？瓜是那地里的网红瓜，就是家里家是了的这的，这家是了的的。炸弹呀，是了的的。我等着是我人，怕骨出骨。明天过年可早起呢，苏大你们都中间把领单个。同事你们都爱，局长你们都爱，真是。晚上一起出去玩，但给另个那东西去了俺不光他想把钱呢，一起过来没的。另个哎，别人说的，另个钱给拍不了是年在用的，过去最，你不是把老着谁的呢？那叫还多。那谁下子的？不会好做，我是那龙不是做的，龙不是几毛钱吧，老好做的。龙不是经常那对去。OK 是，
大家这么说这样，是你领导了吗？对不起，我喝醉了，而且这样会录着，还是打死。哎呀，真的是 OK。好的，那明天晚上不见不散 OK。不会说的是好的。去江南，等下都是帕姐出去，比谁他им都比给家去，我比给对手过是那么多，可我꼭 미딘더선데 또你10주도 정바데드家的，你们就觉得你都掉啊？今晚没出去玩吗？没有啊，我没出去玩。等着俺大把强把钱没给俺肉不是认识多，像俺老辈兄弟似的呢，俺别 sorry。那个第三年都是唱，这个嘛家伙，这不是的。那个第三年都是唱，这个嘛家伙，这不是的。你的嘴巴好看是小心网络呀。참고도 가 막 범죄 예를 펴도아 어제都是他是的，就是大把这些熬夜前忙着姐，你空都你都是他是聊天了这些，범죄저 펴 윤냐我都범죄拉票起名的话。我皮个家们都当俺皮个家聊的嘛，是家们真的。当俺这里罗萨餐的，就当我要卖货了家们。这的，给这点钱吃货啥钱，这哪啥总的呢？大个估计，哎呀，我这看不上我这个表面的妹妹，你说了我。表面的妹妹是蛮容易，表那边让我嘛，这个就这样子，哎呦，真的 PK 特别难讲嘛。有没有人看主播打立柱？你把东西立柱就别出去，俺主播那朋友没得给涨价的。常都要更新了且，没多少时间，抖音那拍粉丝那的给了，这那种都是这样子，但别个接通的，你们这没别那不带记着洗吧叫，洗到你不洗吧，你这弄的呢？谢谢八幺哥，不要打理主事，啊，真的变态，他打去了的，这主播懂得理主讲的那些，我不知道呢。那个谈到是没有谈的，理主宣布出错了，气都去，我操，滚！我撑不得了，我不是被叔叔。是的，같이 걸었나 계속 보르도 수비가 언니 저 보지나 주듯이 보르도 수비가 언니 저 보지나 주듯이 과자면 보르도 배사기 배 리플라야 메뉴도看些看对不起，看些不是，真别这么说呀！你都是那么说，俺这些俺都，
看早不写的，那么咱没最后的，就你不行了，毕业直播室的工资，差不差不吧？看早不写，毕业早不得接的，那么咱没这里。你的直播里面都是老头起不来的，对，阿大没有啥。给我妈的话，多说，会说那就多说一点噻。那第我性格大，看着脸不要的。等下比赛的菲菲的皮件忙着了，可能你粉丝独家吃下，你粉丝的个那片都还点着的。老卷起别样子可是。闲了钱。啊，工作老卷起没？去吧，我。可这个那呀，但是上那么些早起的干都看的，健忙学个注意呢，现在。哦，这么的。也没笑死。看一下穿搭，穿搭大伙们的比赛个古董货，给我们能就关注说的，呀懒得呗，那么大抓的。到哪天我都说那个大哥有实力，确实我打不过总榜啊，毕恭毕敬。来我直播间我也是欢迎着的，就算不刷也好，不刷从来也没刷过。那天嘛，现实没呗168。那么这走了。我咱们这连麦都必须把开始加去。发烧跟我也这么一大杯给小了，每次都要争吵，讲没个，他们要遇到宝哥啥的话，屁都不敢放，就让我这走了。你看，你们看吧，兄弟们，我榜1榜2我都说了，我做不做惩罚，两位老大就是这种没打字，人家就坐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至于做惩罚也好干什么，不是他们两个该说的事，人家怎么待着的？因为对吧，他们对吧，把自己有的都给我了。张美国，我顺哥也是，我打过一个字嘛，从始终没公屏上什么拽的很，一个儿子接嘛的，这从哪知道做的没？瞧着没去走了。惩罚啥嘞？惩罚这搁了大同去的，你惩罚这句俺小数，是吧？年个起来去了，打惩罚做个面起来了，快打个吃口头做一个家用的，你不是男人的，你咋么这做的？叫了没去走了。打过一次。妈对呀，是这样的。可弄个是的，多我那没讲了，我记不起来的想。我先点个饭，家人们，我先点个饭啊，你们待一下。
怎么了？那个的，都不的，是你讲究的，这牛的，什么信息没有查到了，你都知道。처음 먹고我们家姐姐说一直来只有是那看人那女儿都还不是我，没有查到是这些嘛的。你说从我家到哪里，说刚才就去中国了。肯定因为我你不，肯定因为别如果今天那个当我给他，如果今天没能妈妈给他，人家我也没懂啊。汉贝，现在他写了伤那个。咱先。家庭团结什么？家庭的是陆续东个的加上去什么这个想什么这个东个的加上去陆续没事情，哎呀。他不要让我。然后头他写的，可都干去吧，我头他写的兄弟们，我们提前一定要打好，提前一定要打个。去嘛，说俺年年啥呢？你这小这。够了，兄弟们。但是你对参外就是这些什么？第七。不正确。小子。你们这边就不知道怎么搭配，虽然它是品牌，但是你女儿怎样搭配起来就我不知道啊。你继续上的，是个毛毛的马甲，给我买的，随便30-90度，然后就这样子。那是你拿我的呀，我给女儿的，然后你是你可能自己品牌的自创衣服了嘛嘞。弄个啥的，可能团结起来呗。那你嘛，如果上中啊，一年的搭配起来是你看嘛呗，点口红可能贵，然后就不得不买，就是不得不买，那他不行不？然后这2件一共就是2000多人民币。你妈说过，点就拿你口红，通的点。口红点过多，粉底也得干过一下。没有底下给我这啥克什米尔啥这个底这啥600算给我这啥给我这啥，所以这个蛮贵的，这个就800多，900多嘛嘞，900多钱，比1000多一点，然后这两个加起来就是2000多，然后这个加起来是300，就是200多一点，300嘛什么几的？你的这哪场你的段？贵的是啥牌子？是这个。就来了，比赛跑到出去玩。我看个对面。我们有回应，我们有头发弄好的话，可以忍忍。很轻很多啊，很说。对呢，阿姐，俺的钱有几的？没到起不差不了，俺那定线就纠正不脚打不嘛的，没本身我的精神那个是7个阿姐。老大觉得的。今天没干的。去整办赢了老大，好好的恭喜一下，榜上就有大哥，就这么没有大哥，小妹就没有去整办好的，卡这么多没多。今天我做本他。哪的？简单的是你们的帽子。先把送来的包25哎，跑的是25。大啊。他居然。哥哥，别担心啦，我很快就到喽。一路上虽然波折，但我都努力克服了。咱们马上就能见面了，想想就好开心呢。钱真是不容易，花这么多钱也值了，马上就能见到他了。嘿，能不能弄到这10万块钱，就靠你了。拿上我的宝贝。吃饭。饼干不用点赞了，宝宝。你也辛苦了，哥哥，休息一会儿吧。我到火车站了，快来接我呀！太好了，行，倩倩，我现在就马上打扮，换身帅气的衣服去接你。一想到马上就能见到你了，我的心都快跳出来了。哥哥，不用特地打扮了，你什么样子人家都喜欢。
不过人家还是有点小期待见到哥哥呢，你快点来嘛。嘿嘿嘿，哎呀，这小子还挺兴奋呀！赶紧拿出我的化妆品，带上我的装备，好好的打扮打扮。为了这10万块钱，老子真是豁出去了！哈哈哈哈！哎呀，挣完这一笔钱，找个好玩的地方度度假。哼，为了说起来，你吃么着餐都喝不起就回来呀！哎呀，赶紧去！可这点餐都喝不起。看他这架势，肯定是网恋对象梁文贤。哎，强子太老实了，一点心眼都没有，真怕他被对方给骗了。哪里有厕所啊？这么大一个